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賽馬108 Channel。因應大埔宏福苑嘅火災事件，今次賽事馬會係會採取閉門嘅形式進行。另外，賽事嘅收益會全數捐出嚟，幫助受火災影響嘅居民。喺度，賽馬108亦都向火災遇難者致以最深切嘅哀悼，亦都希望遇難者得以安息，同埋受傷嘅人士早日康復。而宏福苑嘅居民亦都可以早日重建家園。講返今次嘅賽事啦，首先呢，就聽下嘉賓祖馬龍嘅心水先。大家好，歡迎收聽賽馬108，我係祖馬龍啊。咁啊，呢個賽日喺沙田嗰度上演啦，有微風啦，亦都陽光普照。咁啊，場地估計都係好地、快地，我諗都係呢個範圍裏邊去諗嘅啩。咁啊，今次嘅賽日咧，心水又頗多嘅，尤其第6場想推介俾各位賽馬108嘅觀眾。咁啊，我會中意1號啦，勁先生，今次由潘明輝策騎。季初嘅時候咧，其實潘明輝都策騎過佢噶啦。咁嗰次咧就跑贏咗呢隻智跑得兩隻，即係包括勁先生同智跑得啊，末段都非常之強橫嘅。咁啊，所以其實勁先生季內嘅 form 就已經喺度噶啦。咁啊，之後嗰場交代埋啊，嗰日落雨濕萬泥。但係勁先生就賺咗嘅，賺咗個場地優勢，咁啊跑咗出去外邊硬少少嗰笪地嗰度，咁啊展現一個非常之強橫嘅後勁，咁啊贏咗2個馬位翻嚟。咁啊呢場加咗磅之後咧，究竟會點樣跑咧？咁啊拭目以待啦。不過喺投注方面，確實我就覺得買獨贏嘅話咧，雖然有賠率有分頭，但係要諗嘅嘢亦都係極多。因為喺咁多個對手裏邊啦，其實都有幾匹係非常之厲害嘅。咁啊，所以如果話照舊玩嘅話，不如我就俾埋另外一隻刺烈神區大家，咁啊買一注勁先生刺烈神區位置 Q， 咁啊希望大家贏多啲啊。咁啊順便賣一賣廣告，賣下關子先，因為祖馬龍都話今次嘅賽日有好多心水啊嘛。咁啊，包括啦，其他嘅心水咧，就喺呢個星島日報啦、頭條日報同大字馬經嗰度將會出現。咁啊，如果大家都想聽多啲祖馬龍心水嘅話咧，咁啊不妨買份報紙支持下啦。咁啊，將呢個時間交翻俾阿張明先啦。聽完祖馬龍嘅心水咧，就到阿 Double 嘅心水啦。Double 咧就交低咗佢嘅心水，佢揀咗第7場嘅。首先咧就揀咗6號澳遊武士，跟住又有3號瑞盛人生同埋2號康樂高球嘅。好，聽完佢哋嘅心水之後咧，就到我嘅心水，我就揀咗第9場。呢場咧就係第3班1200米，揀一匹馬就作為一個 win pay 嘅對象啦，就係3號歲歲有福。呢匹馬咧係喺呢個路程咧，佢過去跑過5次。都得到2亞2季，咁就算咧唔上名嗰場咧，其實佢都係因為留得太後咧追翻上嚟，咁都追翻一直第6名嘅。咁如果你睇翻呢一匹歲歲有福咧，喺上季嘅時候分別咧就喺1400米喺4班嘅時候咧就叫做贏佢嘅第1場頭馬啦。咁跟住咧上咗去3班跑，隔咗1場之後就好快咧能夠贏馬征服3班。咁而嗰場咧就係由頭放到尾翻嚟嘅，雖然咧就話叫做賺咗嗰個步速形勢，咁但係呢一匹馬其實如果贏啲對手咧，裡面有人心星咧，呢啲馬都可以作為一個指標嘅。咁跟住咧，後來咧呢匹馬就喺個健康嗰度出咗啲毛病，結果咧5月跑完之後咧，就一路咧都冇出賽啦。咁而今季咧復出嗰場咧就喺10月1號跑啦，咁嗰場咧就係正正縮翻嚟跑呢個1200米，咁結果嗰場咧，亦都係喺後面追上嚟，追翻上嚟，自己開個末段時間都好好嘅。咁而咧佢跑嗰次第3，輸俾頭馬只係1個馬頭位嘅啫。咁跟住咧佢就再跑一場1400米，咁嗰場1400米咧佢就跟喺前面跑，咁但係咧當日嗰個嘅場地偏差顯示，其實佢呢一類嘅跑法咧根本係一個逆偏差之下去競逐。咁所以翻到嚟
輸3個馬位度咧，其實個表現都唔算係差嘅。今次咧就翻嚟1200米跑，咁而且咧就由田泰安咧換上麥道朗去策騎，加埋喺配備上咧，亦都係有啲改動嘅。今次係初戴個防曬眼罩，咁而咧亦都係再次綁利。咁如果你見到佢前仗都係綁利之下跑嘅第3咧，咁相信呢個配備咧對佢都係有幫助嘅。咁所以咧，我就揀第9場3號歲歲有福作為一個 WinPay 嘅對象啦。好，今次嘅節目時間咧都嚟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下次再見。